来继续来看，这是观光署上新的统计。今年到9月为止，来台湾佚佗的外国人、香港人上多，将近78万人次。过来是日本甲韩国。专家讲，香港人来台湾，这个语言甲文字拢较无障碍，这宽阔山甲海以及丰富的民俗文化，拢是台湾这个香港人爱来台湾的原因。 徛一个上好看的姿势翕相，西门町的6号出口这个轻的地景，这透早都有真侪海外观光客来遮翕相打卡。来自泰国游客对台湾是学了解特质。This is my 5th time. Yeah, food in Taiwan is very good. 当然，这点来台湾读册日本学生，嘛一直讲台湾好耍个趣味。ちょっと遠いイメージだったんですけど、結構近くていい国だと思います。ご飯ですね。いやみんな来るべきですね。台日友好，真侪人拢抓准今年来台湾观光的外国游客，上多就是日本人，也不过结果煞互人真意外。 根据观光署统计，今年到9月底，上爱来台湾的是香港人，入境的人数为80万，再来是日本甲南韩，人数嘛是差真多，比香港游客减为30万。啊，那台湾是安怎正做香港人心内上好感的国家呢？我有遇过那种香港背包客，1年来台湾5次到10次的哈。对香港和新加坡一样，就是因为他们都是城市啊，没有乡间的这些风景啦、资源啦哈，所以对台湾会非常的喜爱。旅游专家嘛讲到台湾人的优势，也有真高的人文特色。 复杂的历史以及传统庙宇，参照充满文艺风格的德化街，也有新旧混合的城市景观，上山下海，半天就会当享受美景。和城市建筑相对较捌的香港人来台湾，会当更加悠哉。Hello， 我是林仙怡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